乐了。今天我和香港来的 Krista 一起解锁我們的神秘美景粵式之鄉宮城。坐咗3個半鐘頭嘅高鐵咧，終於嚟咗串串黃金嘅呢一個嘅熱刺之鄉宮城吓，希望將我哋滿滿嘅黃金之行咧送俾大家。香港嘅朋友有冇機會咁近距離面對住我哋呢啲字咧？哇，粒粒都係黃金果嚟，有需要嘅話聲俾我聽，我親自摘落嚟送俾你。哎呀，真係漂亮喎！好，這個吧。哦，這個就是我們這邊的月式，它是用來做成加工做成柿餅的。但係呢個月餅係硬嘅噃，但係呢一隻咧就係軟嘅喎，係咪而家可以食呢一隻咧？試一下，好，試俾大家啊！哇！你吃过，你也像你没有来过这个，你很难去表述到那种心里想境的那种日式的跟你的什么那是很不一样的。原來柿餅要咁樣曬㗎，先剝皮啦，掛曬，再嚟翻面，搓形，曬足15日先可以呢一種嘅出聲。咬一啖，軟糯香甜，完全唔膩。哇！今日啦，我哋都喺我哋嘅市林裏邊咧拍咗好多嘅靚照，同埋好多市民喎。咁多位香港嘅好朋友，如果你哋都想嚟嘅話，歡迎你哋嚟到呢一度，同我一齊去享受呢一個黃金果之城。港行廣西，下次大家想睇廣西邊一度，留言話俾我聽啦。收集天下壯美廣西，廣西歡迎您。